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春眠不觉晓，年方16初睡未醒，请各位爷赏鉴。不错，好，这身段前凸后翘的，挺好。好。哎，这姑娘我要了。谢谢这位爷。下一位为大家呈现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年方18娇艳欲滴，请各位爷赏鉴。见识了，这身段前凸后翘，挺好。我要了。谢谢这位爷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今晚。哎呦爷，我还以为这个月您不来了呢。不过今天您还是赶上了。您瞧瞧，这是这个月最好的趣儿了。这位我要了。客官真有眼力。您难得拉一回铃声，还被别人抢了先，要不您等下个月？我只要他。这！没想到京城竟然还有拍卖女子这种地方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看来啊，以前都白活了。我一定要彻底铲平这个丧尽天良的地方。那我小师妹怎么办？据胭脂铺老板交代，沙黑市老板娘玉姐的是一个戴面具的男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是岳灵宫的日轩。岳灵宫，日轩，他们跟我的小师妹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现在就朝着带走苏冉冉那个人的方向去追。根据万春所交代，这个人是在苏冉冉被拍卖的时候才出现的，然后才杀的玉姐。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，这个人想要的是苏冉冉。啊？然后我贿赂了那个送牢饭的，才得以偷跑出来，然后就遇到了秦朗，然后我就带他去救小师妹，可是小师妹她被人带走了。啊？被人带走了？带去哪儿了？听那个老板说呀，小师妹是被邻国的一个王爷给拍下了。什么？要不要告诉舅舅舅母，派人马去找冉冉？不行，爹娘现在一定还以为妹妹还闹着当尼姑呢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妹妹还去了青楼。哎呀，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的妹妹被那个什么所谓的王爷带走了，还愣着干嘛？去追啊！只要找到那个王八蛋，扒皮抽筋才好。更不行，这样的话，妹妹的名节就全毁了。这不行那不行，命都没了，要名节还有个屁用？妹妹上青楼，那是她自己愿意的吗？要是将来秦老二敢嫌弃她，那更好，我就把妹妹留在家里面伺候一辈子。我反对，小师妹的名节绝对不能毁。你懂个屁！反正就是反对。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？要不是你带着她出去玩，要不是遇见危险你没拉着她一块儿跑，现在能出这个事情啊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现在小师妹被人卖了初夜，还可能被那个魔头追杀呢。现在这事情能大张旗鼓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这初夜什么？初夜！行了，都给我住手！让便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对他动粗有什么用啊？我想听听老五的看法。既然这个王爷来京城是秘密而来，做的又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那就说明这个王爷一定是带着妹妹立马离开京城，绝对不会过多的逗留。对，秦朗也是这么说的。
我们现在马上派人去城外搜索。钱老还说了，那个戴面具的是日轩，也可能去找小师妹了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时间不等人，咱们赶紧行动吧。我们来晚了，看来日轩已经把妹妹带走了。那妹妹她，放心，她不会伤害妹妹的。为什么？你忘了吗？他们之前在太乙山已经见过了。秦朗说，秦将军那边他会先瞒着，但也瞒不了多久。他也会帮忙寻找小师妹的。我的妹妹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老七，你消停会儿吧，烦死了！我忍不住嘛。你，还有你，怎么看着妹妹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们准备瞒多久？爹，娘，冉冉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啊，那妹妹呢？妹妹呢？怎么样？那人呢？等一下，等等我！是你救的我。这是哪儿啊？
想回家。别说话，睡吧。真香，我最喜欢茉莉花啦！谢谢你啊。你怎么知道茉莉花捣碎是药材啊？你受伤了？你干什么？谢谢你救了我。我被人灌了药，体内又有毒。还魂丹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素女师傅特意给我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个药能解我的毒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已经派人去苏府，给你家人报平安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别动。待会儿啊，你一定要帮我跟苏家兄弟们说清楚，我是怎么一路艰辛跑出来，找到你去找小师妹的。正好我也去找苏大人，把妓院的事情说清楚。太好了。哎，小师妹非得嫁给你的话，我也认了。哎，表姐。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娄家堡。你是不是请你未来的夫君帮忙找小师妹啊？嗯，那赶快去吧。表姐，你慢点。他是梁天。对啊。苏冉冉，苏冉冉，苏冉冉，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。
是，怎么跟我二师兄萧慕尘的剑术套路这么像？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二师兄教我的。我之前在太乙山的时候不爱练功，但是只有跟二师兄练剑的时候特别有意思。还来不来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不用管我的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谢谢你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跟那个日轩是……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不问了，你不用说。他叫阿如。你看，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我这么久没回家，我爹娘和哥哥们肯定都急死了。多亏了你的照顾，我的伤也好了，所以我必须得回家了。哎，你不用送我的，我可以自己走，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。你在青楼救我于危急之中，我苏冉冉铭记于心。可是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啊。要不咱俩来猜拳吧？我要是赢了的话，你就让我走。这样吧，你先猜拳幼稚，那我们两个就来比剑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没事吧？不是，你别害怕，我刚刚不是真的想刺他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的。你没受伤吧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谢谢你救了我。
不要怕。右护法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我岳灵宫的御师术岂是儿戏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不要出去，不要看。右护法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受伤了，阿如，阿如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阿如，快住手！阿如，日轩，阿如应该是被操纵了，你不要伤害她。这个杀人如麻的人，你懂什么？他们都已经死了。我不懂。是啊，我怎么可能懂一个又冷血又杀人如麻的人？放开我！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谁伤害了你，就得死。你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你为了我杀死他们，我要感激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为了救我杀他们，我就把命还给他们。你敢！你走。
总算找到你了。既然给咱们报了平安，你就安安心心的等待就好了。这万一要是你的身子出点什么问题，女儿回来可就不高兴了。我就是希望她安安心心的嫁人，自此以后能够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过一辈子。谁知道她总是陷入事端啊！我知道，虽说是吧，咱们孩子挺多磨难的，可是我相信，他是一个有福的孩子，将来一定会幸福的。老爷、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然然，哎，二哥吩咐过了，不让进。哎，爹，老二在给然然诊脉，咱们稍微等一等。诊脉？然然怎么了？爹，秦朗送她回来时，妹妹就已经陷入昏迷了。二哥，妹妹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妹妹现在很虚弱，大家不要进去吵她，我让天儿在里面陪着她。娘，爹，我们晚些时候再过来看她吧。初儿，爹就看一下都不行啊？是啊，你确定妹妹没事吗？爹娘放心，二哥说没事就没事，让妹妹好好睡一觉吧。走吧。别，我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，我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。初儿，你让她进去，我看一眼吧。走吧，都走吧。阿如，然然，阿如，然然，不要日雪！然然，怎么了？然然，表姐，阿如她死了，她被日雪杀死了，表姐。她还杀了好多人，她还杀了好多人，表姐。阿如，夏二守着那株花快3年了，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他的毅力。他对小师妹的好，估计连小师妹自己都不知道吧。苏冉冉，她真幸福。是啊，不过小师妹值得别人对她好。啊，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原来我还可以坐在这里静静地欣赏风景。为什么？我姐姐不见了之后，我娘郁郁而终，我爹避而不见我，师弟们怕我伤心，就老是给我惹麻烦，所以我就一直忙，忙到最后，发现都没有时间难过了。那这些事情，你和苏冉冉说过吗？他比我还惨，他带着剧毒出生，我们都说他活不过8岁呢。不过多亏了素女姑姑，他才活了下来。但是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。什么代价？素女姑姑用金针压制他的毒，并且抹去了他的一段记忆。可是那段记忆会要了他的命，所以那个人才会那么痛苦吧？那个人，你不认识？唉。阿如是谁？孤儿。你杀了他？为什么？伤害他的人都得死。可是你也伤害了他。我知道，
他哭得精疲力尽。你走吧，我怕他醒来见到你又要伤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出现在他身边。既然他忘了，何必强求？二位请慢用啊。小姐，日雪，日雪。谢谢你帮我们寻到妹妹。她是我魏国门的妻子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喝酒，秦公子嘴里念叨的，并非是我妹妹吧？吃完这顿早点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沐浴更衣之后，再来我们家见她。我想，你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我站了一夜不累吗？三表哥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你以前只叫我表哥。那是以前，以后我只叫你三表哥。不行，那是我的事，跟你无关。看着你们俩就累。唉。冉冉，前几天你的样子，吓死娘了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不是有二哥在吗？不要担心。等你身子大好了，让你五哥七哥带你出门逛逛。嗯。娘啊，也不强迫你去学什么礼仪了。你平平安安的就够了。娘。你秦伯伯知道你病了，专门上门来说，等你身子好了再成亲，一切以你的身体为重。这下娘也放心了，将来你嫁过去，他也不会亏待你。那个秦郎也老来，等你好了，让他也带你出去逛逛。毕竟要成为夫妻，多熟悉熟悉。别走。我不会走，我永远都不会走。冉冉，怎么了？娘，我没事儿。夫人，秦二公子来了。老爷问，这次还是让二公子回去吗？这秦朗最近怎么天天来？娘，
我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我去看看吧。那你去跟老爷说，让秦朗稍等一下。是。那个，你先说。还是你先说吧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之前不应该骗你的。是我自己搞错了，不能怪你。不，我应该跟你解释清楚的，终归还是我的错。没关系，现在搞清楚不就好了吗？祈愿福，祈愿福，保管铃啊！哟，姑娘，你又来了，这次要买多少？啊，不，我不买，我只是路过。这个一点都不准的，我之前买了可多了，没一个灵的。祈愿福啊！保管灵验，祈愿福，看一看啊！我就奇了怪了，妹妹不是不想嫁给秦朗吗？怎么今天还跟他出来，陪他逛街啊？之前秦朗一直把妹妹当作是表姐，估计也是妹妹耍了手段骗了他，所以才和秦朗见面的吧。还有，应该是秦朗陪妹妹逛街才对吧？哪个男子喜欢逛街啊？骗他都算好的，叫我说，直接打他一顿，让他退婚得了。退婚对妹妹有什么好处啊？说出去不好听不说，说不定还要被皇帝舅舅派去和亲，你愿意吗？和亲当然不行了，可是我也不想让妹妹嫁给秦朗。唉，嫁的又不是你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合着她不是你妹妹啊？你舍得吗你？老七啊，你要理智一点，妹妹终归是要嫁人的，难不成真待在家里一辈子？反正我不管，我就是不想让妹妹嫁人。唉，我可不想让妹妹孤独终身。再说婚期将近，你不愿意也不行啊。那我就跟着去秦家。唉，哎，那个，你要不要擦擦汗？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卖花嘞，卖花，月季花、玫瑰花，什么花都有啊。公子，买花吗？您看看。苏小姐，要不要看一下花？有你喜欢的吗？月季花、玫瑰花，好多花呢，你随便看看。秦朗从未给女子送过花，不知道怎么挑选，也不知道苏小姐的喜好。老板，你把这种花，还有这种花，帮我包一下。好嘞。好了，来，公子，给您花。谢谢。啊，不用的，我不喜欢。不是，我不需要。是你？请帮在下把这盆花带给令表姐梁天小姐。哎，不是，你看他。哎，表姐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养竹子了？你三哥拿来的。哦。啊，我三哥他终于开窍啦。不过，他怎么送你竹子啊？我喜欢。哦。茉莉是你喜欢的花吧？是啊，可是这是娄家堡的娄轩让我送给你的。
哦，你拿去吧。啊？我有竹子就够了。表姐，你能跟我说说，我三哥过来送竹子的时候表情是什么样的？他有没有说什么呀？真可惜，早知道今天我就不出去，在家陪你了，这一幕我都没看到。身体好了就来寻表姐开心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表姐，你不要老捏我的脸，我的脸都是被你跟五哥捏大的。表姐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当时你答应娄家宝的婚事，我就很不高兴啊。你跟我三哥才是一对嘛。哎，要不我改天去找那个娄轩，跟他软磨硬泡，让他把婚事给退了，怎么样？你今天为什么要答应去见秦朗？还不是去解释一下吗？所以呢？碰到那个娄轩啦，非让我送花回来，说什么要是不赶紧点的话，花就会枯萎了。花枯萎了，那他的心也就枯萎了。说了半天，我让他自己来送，他又不肯。那秦朗怎么说？他能说什么呀？就把我送回来了呗。反正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。嘿，表姐，你跟我说说你跟三哥的事情嘛。哎呀，你怎么跟师姐一点都不像啊？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，很累的，表姐。哎呀，累死老子了！小师妹不在，青天又爱静，哎呀，都没有人陪我玩了，搞得我体力都下降了。哎呀，不行！改天得找师弟们练练手才行。小二，小二，吃饭啦！小二，小二，小二，嗯，小二。奇怪，这个人平时都不会到处乱跑的，这是跑哪里去了？不对，月亮花是小二死都不会离开的东西，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，小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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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啊！小二，你醒醒啊！小二，慢点吃。甜。七哥，我不热，你不用帮我扇了。来吃块瓜。哥哥不吃，哥哥帮你扇着，这样就不会有小虫子咬你了。没事儿，我在太乙山的时候啊，天天跟他们打交道，习惯了。我就说吧，那个太乙山有什么好的？当初爹娘送你上太乙山，还不准我们哥几个送。早知道就应该阻止爹娘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在太乙山风吹日晒的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回到家里面吃个瓜都能吃得这么高兴。七哥，我在太乙山过得很好，师兄啊、师姐他们都很照顾我，而且过得自由自在的。七哥，你别替我难过。你别替他们说话。我跟你说，太乙山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你说谁呢？啊？哼！嘿，哎，小师妹，你爱吃的小笼包。哇，谢谢九师兄。来吃就吃。我跟你说啊，岳老三，我妹妹爱吃啥，我家厨子会做，用不着你来买。我怎么了？小姐，秦二公子来了，夫人让您过去一趟。小师妹，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就陪我说说话嘛。你等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那你快去快回啊。你先跟我七哥说说话嘛。我们？我
告诉你，岳老三，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。你要是愿意在这儿等，就在这儿好好等着吧。我的小师妹，我当然要等。唉。其实，你不必为了还手帕单独跑一趟的，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正想过来看看你的身体好点了没有。啊，身体好多了，能吃能喝能玩的。看到你这样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要不你以后叫我冉冉吧，叫苏姑娘挺别扭的。好，冉冉。那你以后也叫我秦朗吧。好。谢谢你啊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好像我每次有危难或者是狼狈不堪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不知道苏姑娘是否喜欢放花灯？我听说女孩子都喜欢放花灯，可否哪天我们一起去放花灯？我从小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吧，我从小就特别怕水，真的，就是那种一见到水就哆嗦的那种。所以啊，什么放花灯啊、玩水啊，那些女孩子喜欢的我都不喜欢的，都不玩的。那秦朗就先告辞了。好。表姐，我能进去吗？进来吧。有心事？表姐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？我觉得就是会不停地想着他，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想到他。他在想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他？然后想这辈子永远跟他待在一起，想跟他说话，或者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在一起就开心。那要是不能在一起呢？不能在一起，冉冉，你怎么哭了？冉冉，娘亲，今天秦公子又来了。他来还我上次借的手帕。秦公子家教甚好，是不是？礼貌又稳重。冉冉，你跟娘亲实话实说，对秦公子，你怎么想的？秦朗，他是个好人。你哥哥跟我说，上次你落水就是秦公子救的你。这一次又是秦公子救你于危难之中，把你安全地送到家。爹娘对他甚是感激。我也很感激他。那你跟人家道谢了吗？娘是怎么教你的？怎么能这么没礼貌？知道了，娘。
冉冉，娘是不愿意让你嫁人的。谁不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在自己身边待着？可是自打娘第一次看见秦朗，就觉得你们俩特别般配。娘是不会为了你爹和我让你去嫁人的。娘只希望你能找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谢谢娘。你看看你们家多好，这么多孩子，又孝顺又听话，一大家子多热闹啊！哪里？娘亲，你找我啊？冉冉，来，这就是你秦伯伯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家小冉冉吧？秦伯伯好。好。哎呀，初阳啊，我真是太喜欢小冉冉了。我们家秦朗能娶到小冉冉，那可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呐！哎呀，初阳啊，今天我来这儿呢，一来是想看看小冉冉，二来啊，是想把我儿秦朗的一些具体情况跟你们说一下。什么情况啊？冉冉，初阳，想必你们也一定知道，我秦某人膝下共有2子，长子秦涛，秦朗啊，是我的次子。知道，秦大公子在几年前戍守边疆，为奸人所害，壮烈殉国。你们还有所不知，我大儿子其实是死在了西域魔宫人的手上。当时魔宫派人屠杀村民，秦涛奉命去保护，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岳灵公？是啊，就是那个让天下人闻之色变的岳灵公。秦朗得知消息之后赶去，花了3年才查到他的哥哥是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杀害的。戴着面具的？没错，岳灵公本来是一个只有女人的邪派。几年前，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成了魔宫的右护法。我这2个儿子从小就感情深厚。秦朗查出了杀害他哥哥的人叫日轩，这几年便没日没夜的练功，而且四处寻找日轩，就是想将他手刃，替他哥哥报仇。他甚至为此还发过誓，哥哥的仇一日不报，他就一日不成亲。所以啊，我只希望公主还有小冉冉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多担待一下我这个任性妄为的儿子。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啊！老秦，你放心，我第一次看见秦朗这孩子，我就知道他是个好孩子，我也相信他能给我们家冉冉带来幸福。日轩，你真的杀死了秦朗的哥哥吗？如果可以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他身边。既然他忘了，何必强求？
自主地来到了这里，我不会放弃，所以你也不许忘了我。我夜夜做梦梦见的那个人，究竟是不是你？我日日夜夜都在问我自己，是谁每天到梦里告诉我，让我不要忘了他？原来是你，是你夜夜催我心志，你杀人如麻，你连阿如都不放过。从今往后，请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好。三哥，你说妹妹把大家都召集过来，会不会是商量如何退婚的？一定是你跟我女儿说什么嫁人的事情，所以她才把大家叫到一起。哎，你说，万一她说她要回太乙山，这可怎么办？闭嘴！妹妹，妹妹，哎，冉，爹，娘，对不起，冉冉任性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今天，冉冉在这里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冉冉的决定。爹，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跟着喜娘学习礼仪，安安心心待嫁。妹妹，冉冉，哎，这妹妹，这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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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妹妹，等我们呀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我们的女儿长大了。怎么？还跟我摆样子吗？你把女儿还给我。女儿只是嫁人了，又不是见不到了。你给我端正态度啊！哼！你先坐下，坐下。转过来，睁眼看我。看我！你青楼的事情还不够你后怕的吗？好了，别不高兴了。我们最大的期盼不就是希望冉冉幸福吗？既然你我都觉得秦朗那孩子人不错，家教也好，老秦又对我们家冉冉喜欢的不得了，又没有姑嫂妯娌之间的琐碎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可是我生了9个儿子，才得到冉冉这个宝贝儿的。你现在让她让她去嫁给别的男人，我想想我就心疼。那老秦家也在京城，如果你再三推阻，到时候皇兄就真的要把她送去和亲了。
那时候可就不是心疼的事儿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找老秦说这事儿啊。这就对了，但是你也别急，那老秦啊那么喜欢我们家冉冉，他比你更急。那是，我们冉冉是谁？我们冉冉那是。妹妹，秦朗是不是逼你了？啊，是不是？妹妹，你现在就告诉哥哥，如果是秦朗那小子强迫你嫁给他，你跟我现在就冲过去，把他给撕烂剁碎，再拿去喂狗。妹妹，你这是要把大好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一个男人的身上，你觉得这样值吗？妹妹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哎，反正我不管。妹妹，你要是嫁过去，我明天就去把将军府给拆了。妹妹，是娘亲逼你的。如果是这样，大哥现在就告诉你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我就把秦朗那小子打入刑部大牢，让他亲口说出放弃这门亲事。请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好。你们大家都别说了。妹妹，哥哥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选择，但是哥哥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的话，一定要告诉哥哥们，这样我们才能帮你出主意、想办法，而不是用你自己的一生去妥协，你明白吗？是啊，妹妹。你说，你要是不喜欢秦朗，却嫁给他，将来怎么可能会幸福呢？你要是不幸福，哪怕有一丝的可能，我就有要杀了秦朗的心。